可能无较早会水，我可能慢慢会老去，可能慢慢，当然每一个人拢会老，啊，但是呢，可能愈来愈憔悴。但是我相信呢，我的心快乐就好，当下要最快乐，因为当下袂阁回头啊。这个当下，咱即摆直播也是一样啊，我们不可能再做同样一个直播，因为明仔载咱就阁无共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想听最亲爱的人，好，哇，很多歌，好，那我在由你们的歌当中来筛选，然后呢，筛选的时候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尽量，我用重点，因为咱的时间无法度甲恁教真济，谱啦、拍子啦，什么那些很重点的事情。咱莫学迄，咱学啥物？学上直接的，直接安怎当音，直接安怎唱。好，每一首歌都好听哦，谢谢，发型很可爱，真的吗？看起来比较年轻哦，那是因为我戴口罩，口罩拿掉就不好看了，因为我很憔悴。哦，谢谢，哦。我搁规间拢麻油芳真正是，好，大家都健康看起来很有活力气色就好了对不？因这拢麻油啊，所以看起来安尼金亮的对吧？真正有金的对，还好啦，下头要袂真歹看额头还可以，额头算饱满的以面相来讲。已经谈到面相了哟，我足无爱练歌的，但是呢，我遮请到王妈咪白妹凤，是我在今年刺的字，我不提倡刺青，但是我请这是要勉励自己，因为迄时阵整个唾液腺拢塞住嘛，拢无喙暖水嘛，搁有帕金森氏症的关系嘛，互我足郁卒的，所以我就希望。家己在有生之年，会当讲所讲出来的话，所唱出来的歌，会当甲人结善缘，所以我才会请王妈咪白妹凤来甲加持，不管伊是毋是迷信，这毋是迷信，这是一个信号咧提醒我家己，我是咧提醒家己讲，我必须安尼做，来提醒我家己，我时时拢是一个真正向的人，我毋是。刻意正向，而是我必须要爱自己呀，才能够有那个心爱别人呐。所以我每天起来有这个习惯，对着镜子，厕所的镜子，我会合掌，谢谢我的身体。我讲感谢有这个身体，互我感谢有这个身体，互我会当用遮侪年，感谢恁，我无甲恁糟蹋这个身体。但是感谢你，互我这个身体献出这个世间上来做世间的代志，甲大家世间人众生结善缘。这是我每天对囝内的家己的感谢。唔通讨厌家己不管家己生病了以后变成什么样的憔悴，都不要讨厌自己。我们最爱的是自己，爱了自己才能爱别人，才有那个力量